我記得想當年有一次田徑比賽啊，咁嗰陣時我生得比較即係小4、5嚟講咧，即係算係高大，跟住以為自己一定係第一名，因為我隔離嗰啲全部矮我好多啊，咁我都要贏緊喎，咁3、2、1棒，跟住100米啫，爆尾，爭好遠。未開始嘅時候好有信心嘅，通常都係。咁啊一完咗，原來現世咁樣，咁就唯有接受係。我要做得好好，或者我要好 top。我呢個諗法從來都冇。我好少會覺得要比較或者係要贏人哋，我先會攞到滿足感。做任何嘢都有信心先，即係唔好理得定唔得咯。即係我會覺得做先，你對自己有信心，咁當你一日比一日進步嘅時候，咁其實你諗嘅嘢之後睇嘅又會有贏自己嘅感覺。